各位街坊，今次廢佬咧真係要同大家講單時代眼淚新聞。我哋細個行到大嘅黃金電腦商場咧，竟然驚現銀主盤，係咪代表成個砌機時代正式玩完呢？我廢佬睇到個心都離一離啊！你哋記唔記得話細個嗰陣星期六嘅最好節目就係去黃金高登行機，逐間鋪睇顯示卡，睇 CPU， 睇完再隔離飲杯奶茶，好似行街市咁開心。嗰陣有部電腦就好似擁有全世界咁啊！而家話見到銀主盤3個字，真係心都寒晒。不過廢佬百到啊！所謂銀主盤，即係間鋪連供款都做唔起，要被銀行收翻，即係話當年喺黃金買個鋪位諗住養老嘅老闆，而家可能血本無歸。你話慘唔慘？以前黃金鋪位搶手到咩咁，而家拍烏蠅啊！講到砌機點解冇人玩，我廢佬有3大分析。第一，而家啲 notebook 已經夠勁，除非你係打機發燒友或者做 3D 設計，否則一部普通 notebook 已經夠用。第二，手機同平板已經取代咗7、8成電腦功能，後生仔寧願買部靚手機，打都唔砌機啦。第三，網購太方便，我上次買耳機，黃金賣480，京東320，搞掂，平8、6蚊夠我食2碗雲吞麵啊，大佬！喂，後生仔砌機啊，而家仲有人砌機咩？我哋轉型賣口罩同藍牙耳機好過啦。不過講到尾，我都明白嘅，時代變，我哋都要變。黃金商場可能終有一日會變成黃金美食廣場或者黃金手機配件城，但唔緊要啦，我哋最緊要係留住嗰份回憶。下次大家經過深水埗啦，不妨上去行個圈，同呢個老友記講聲再見啦。所以話咧，各位老友記咧，時代會淘汰啲嘢，但係淘汰唔到我哋嘅回憶。記得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 訂閱加通知鐘仔，下集同大家再吹過。拜拜。